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初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向美国总统川普来通电话，特别要求美国得要谨慎来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另外，佮讲到考虑要甲美国买愈侪刀仔，展现对美国的善意，因为川普嘛有可能4月要去访问中国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拢讨论到台湾甲黄豆，和美中的关系较缓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上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必须爱捍卫国家主权甲领土，永远无可能甲台湾挂出去。美国必须爱谨慎处理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川普表示，甲习近平通话是真积极。中国当咧考虑买搁较侪美国豆仔，采购量对1200万吨提悬到2000万吨，豆仔机会随大起。川普讲，两个人拢有意识到保持这种状态有偌重要。也那中国习近平是表示真重视中美关系。路透社报道，中国考虑加买美国豆仔，互人看作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虽然安尼，北京同时经过华府谨慎处理对台军售，川普有可能伫4月访问北京，也互人看作是友善的动作。其实，伫咧甲川普通电话的前几点钟，习近平才拄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视讯，正这是习近平一天当中甲美国、罗西亚领导人互动的罕见状况。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амую тесную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по глобальны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сюжетам как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 треке, так и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ООН, БРИКС,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других. 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我们要把握历史机遇，以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和更加积极有为的大国担当，确保中俄关系。美国甲罗西亚之间最后一份约束，就是新体检战略武器条约，初5就到期。这项条约主要是限制两国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普廷讲，华府也未回应伊延长一冬的建议。伊甲习近平讲，会对安全局势彻底分析，以平衡而且负责的方式采取行动。另外，根据罗西亚的消息，习近平邀请普廷今年顶半年访问中国。普廷讲感谢邀请，而且接受，也代表美国、罗西亚两大领导人拢会伫顶半年访问北京。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因为伫中国北京举办的国共论坛线稿，昨在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是带团返来到台湾，讲未来国民党若执政会启动甲中国平等互惠的交流。另外，中国也宣布讲要来恢复上海居民来到金门、马祖旅游。不过，咱陆委会就表示讲，中国拢用这款旅游政策来做政治的考验啊，呼吁应该是要恢复正常稳定的沟通。国民党副主席肖旭琴结束中国的访问，拜三暗返来到台湾。伊表示，这抓成果真好，未来若准国民党有机会再执政，一定会展开双向平等互惠的交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跟大陆能够在有关于民生关切的这些议题上，建立起一个共识跟平台。肖旭琴表示，未来会一步一步增加甲对方的交流合作甲互动，相信更较高层的接触会愈来愈周至。这届国共智库论坛是今年第一个高层级的交流，也是国民党主席第2文就任以后上关卡的。针对总统赖清德这个国共论坛是二次西进，不是加入国际，第2文有话要讲。现在全世界都想要走向中国大陆，赖总统不需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放开心胸，你会发现天地之间任我们遨游的空间很大。根据国共双方共同宣言，这届论坛有5大共同意见，15项内容，其中包括推动恢复两化能源来往正常化。中国文旅部初时也宣布会伫最近恢复上海居民去金门甲马祖旅游。陆委会是表示，对方将爱用恢复大陆客来台湾做考子啊，也毋过政策讲长就长。咱大陆会去年2月已经正式写批予海陆会，表达沟通的意愿，呼吁对方爱恢复咱国。持续的军机舰扰台，持续的跨境镇压，我们两岸怎么正常交流？不了解台湾为什么还要跟他谈观光客？你难道一些风险意识都没有吗？
针对两岸交流的节奏甲风险的管控，朝野甲产业界看法也是无相同。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指出，离岛上界惊的毋是开放，是连咪开连咪关。当交流互人变做是政治、地方产业都做袂久长，希望即届会当转化变做是两岸等合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清秀到底敢有放弃伊的中国籍，引起国安的疑虑。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是直接呛兵讲，要提供机密资料给李清秀。中国配偶李清秀做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主张伊已经提出放弃中国籍的申请。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讲，无法度确定这文件是正式的，敢有法律的效力。刘世芳就强调，因为忠诚的问题，内政部未提供机密资料来给李清秀。咱继续来关心，民进党正式提名屏东县长周春美、平湖县长陈光福来竞逐连任。那新北市长的部分，民进党真早就决定要派苏卡辉，国民党是也搁咧协调。有传讲是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伫过年了后，就请辞来投入选战。因为伫民众党这边是征调黄国昌来参选新北市长。周春米县长系竞选背带。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赖清德为两个候选人徛台。民进党为2026年地方的大选来布局，测试提名屏东县长周春美、甲平湖县长陈光福竞选连任。柔性治理的周春米县长与务实治理的陈光复县长，他们优异的县政表现，绝对能够继续为屏东、为澎湖带来进步。那新北市长的选战，绿营早就决定由苏卡辉出马，南营的人选也持续协调。有风声讲，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过年进前就会宣布请辞来拼选战。那民众党是正式宣布征调黄国昌参选新北市长，拄好黄国昌参加活动，写春啊写饮马冰川，嘛引起大家联想。没有啦，新年喜气哦，写春联不要有太多政治联想啦。那对于川博他任何的决定啊，身为政坛晚辈的我，都是满满的祝福。啊，要过年啊，考虑我的心情好不好？针对黄国昌顶一日讲，对2026年选战的布局，在野党上大战略的目标，就是选调高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嘛认为，南北一定要合作，在高雄才有机会拍赢选战。从头到尾，我都是认为蓝白一定要合，因为要面临这个高雄这么大的一个绿营盘势，唯有在野党大家合作团结，才有机会打赢胜仗。任何的政治人物想要以政治分赃、政治利益来思考高雄的未来，这些作为都不会得到高雄市民的支持。那台中市长的竞争嘛受到关注，因为目前也无一个结果引起基层的焦虑。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早起陪同台中市长罗秀燕视察国关，访问到人选的问题时阵，罗秀燕甲党中央话讲，爱愈紧愈好，越快越好，事不宜迟。我们也期待党中央能够发挥智慧，让大家不要忧心，我们赶快结束这种不确定。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欣顺认为讲，即卖局面政人已经看较细啊，伫互相竞争决定什么人参选进前，应该优先考虑台中市民相关的利益，这是市民所期待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地区会落阵雨。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早暗低温大约14至18度，日时啊西半部这高温会来到26至30度，温差犹原是真大。明仔载开始又阁有冷气团落南，特别变天，北部、东北部、中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雨，气温嘛会明显降低。另外，伫咧菲律宾的东南边有形成一粒轻度风台，或者西望洋，预估是袂直接影响到咱台湾。咱再来看一款叫做高面鹰，这是台湾唯一会伫咧草仔堆内底做秀的鸟头鸟。因为人为的开发破坏因的生态地，即马是已经强要节省，伫咧全国可能干那剩300多只尔。农业部林保署是来推动保育计划，委托屏科大来研究，竟然有伫咧哪边溪来发现这高面鹰的秀甲鸟仔囝，这是目前记录内底上南边的生态地。
融融的门，圆润润的目睭，两只高面鹰的鸟仔囝伫树内底，后壁有鸟仔帽高条条。林保署屏东分署109年开始委托屏东科技大学，针对高雄屏东的高面鹰生态地做保育调查。去年12月，头摆伫那边溪观测到有高面鹰伫遮做收捕卵，也成功捕出2只鸟仔囝，是目前台湾高面鹰观测记录内底上南边的生态地。最主要的观察都是在高屏溪以北的地方，这样。好，那我们这次在更南端的林边溪发现，那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知道它族群分布其实是有往南到林边溪的这个流域。虽然这边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扩展了我们过去对它的认知。屏东科技大学特别指出，这是因头摆伫屏南地区发现高面鹰。高面鹰是台湾唯一一种会伫草仔堆做收的鸟头鸟，有白园草的所在是高面鹰上爱地点。去年有学者公布研究资料，受到人为开发破坏的关系，高面鹰那生态地已经豆豆对中部刷到南部，数量嘛剩300多只，已经特别等进去。在一片外来种植物香赭兰为主的草生地中，草鸮青鸟巧妙利用零星的白毛草丛构筑成新生命的摇篮，这展现了草鸮在栖地选择与生命周期上的强大适应力。林保署屏东分署表示，未来继续跟屏科大合作，营造生态地，采鸡啊和民禽休卡，同时鼓励农民莫用农药优先种植，希望和高面鹰的数量愈传愈多。记者郭明哲、柯家族、柯朝阳屏东场报道。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昨是世界癌症日，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大约40成的癌症其实拢会当预防，包含肺癌、胃癌、甲子宫头癌等等。再来看中国时报，CAR-T 细胞免疫治疗效果真好。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讲今年有可能会当列入去健保内底。落尾是自由时报。花莲伫过年期间的订房率干那2-3成，因啊全国订房率习惯的这个嘉义市嘛大约56%尔。不过国内旅游的介绍却是搁比去年增加5%。咱再来看一款号做微型电动3轮车，佮叫做驾乘机车。这交通部是表示讲，按算要来修法开放驾乘机车领用机车牌，也毋过这驾驶就要有汽车以上的驾照，路权是比较甲汽车，毋过是袂当上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紧伫咧下半年就实施。顺利权、精神细弯，车体是维持上好角度，这是台湾甲日本合作新创的。令 Mobility 打造微型电动3轮车03，伊个叫做驾乘机车。今年已经推出量产车型，结合汽机车优点，车身真细，有高机动性，操作风险悬细弯，加上车体包起来比一般汽车更加安全，也免烦恼落雨，也是吹冷气。它体积是比较小，然后也可以遮风避雨，应该它有机车的优势跟汽车优势，所以我觉得对一般民众应该也会有一些意愿去买。价格如果以机车来讲是偏高，可是如果以汽车来讲是偏低的，我觉得这看个人的取舍。业者进行开放，予民众试赛要抢攻代理市场。台湾有希望伫下半年开放上路。交通部为着顺应车辆产业发展，甲国际接起来，参考欧洲甲日本经验，有个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建议开放驾乘机车，定位为机车，领用机车车牌，不过必须有小型车以上驾照。路权相关比较小型车，不过袂使伫国道也有快速道路。那这种车子我们在研议过程中也经过我们实际试乘，大家觉得它的使用跟使用行为比较接近汽车啦，所以我们要求说它必须领有这个小型车的驾照。对于外界关心驾乘机车路权甲停车规定，交通部讲未用两段式倒车，应停机车甲汽车停车格。因台湾被称作是机车大国，机车使用率悬，中国来机车卖价伫6万到9万中间，汽车是50万以上。专家分析，03是卖30多万，除了考验市场的接受度，也会改变这个用路环境。如果你的行驶路权比照汽车，但是你又不能上高速公路，其实等同于这个白牌的机车。这样类型的车辆在行驶中呢，是不是会有这个对于交通上的一个阻碍？那它必须行驶机车道还是行驶这个汽车道？它的停车费率该怎么计算？由驾乘机车卖价比一般的机车较悬，一般的薪水甲少年人可能无法负担。专家认为讲，业者的客群可能是伫商务人士，也有想要体验新事物的算车的人。记者综合报道。
央行正正宣布银票要来改版，佮有开放互民众投票，决定要用台湾的水做主题来设计。最近伫咧网络顶头就有咧流传新的银票图样，央行就强调，这拢是 AI 假做的，毋是央行的设计，真正的银票也要公布。中央银行定期启动新台票票改版，会以台湾之美作为系列主题。即摆有12项名家主题，互民众来网络投票。也毋过详细看投票的选项，全部只有文字形式来描写名家主题所看袂到各种主题图样。我觉得还是要看实景，不过我觉得干嘛要再花这些冤枉钱？只能用文字来叙述的话，会不太清楚，所以投的时候可能投了，但是最后长得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新票主题网络投票活动明明爱到2月13才结束，也毋过网络所提前推出市场名额100、500、1000到2000的名额。同样为百合、太阳花、台湾乌熊甲台湾特别山羊拢有，也引起讨论。也毋过实际央行还未公布新版票的样式，网传图片拢是 AI 生成。央行表示，目前网络流传几啊张，讲是新版新台票票啊图样，拢毋是央行发布，特别澄清。该活动系以文字方式说明12项面额主题选项之构想，并未公布任何新版钞券设计图案。网络上各种假借票选活动之名流传之相关钞券图案，皆非本行所发布。这摆投票的名家主题包括河海共融、民俗节庆、加艺术美学到女性公会有12项主题。不过票选活动拢只以文字形式说明12项名家主题，选项构想并无公布任何新版票啊设计图样。虽然新票设计引起话题，不过随着数位转钱愈来愈方便，今日央行也鼓励民众过年包红包，会当用数位形式进行红包互赠，传达心意。现钞，因为拿现金感觉比较爽。长辈红包的话是拿现金比较方便，比较有感觉啦。针对数位红包，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央行表示，透过发放数位红包，唔会当避免人潮，也会当节省社会资源，达到数位转型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间贵金属公司，总有真侪民众是去排队讲要来买银条，因为最近金银的这价销拢有落，特别是银，顶礼拜五是落超过3成。不过专家就表示讲，金仔找啥搁起来，也认为美国甲伊朗等等这国际冲突也未解决进前，金银的价销拢会继续起。贵金属公司门口真侪民众伫排队等待叫号，要入去买银条。白云顶礼拜五一天大落超过30%。高雄一间贵金属公司测试要卖1批银条，有真侪民众进来抢买。算是第一市场行情，所以觉得有一个价差啊，然后现在有这个趋势，所以才会来这边排队。最近有关注到那个贵金属的价格这样子，然后想说可以买一些来投资。由瑞士贵金属制造商制作的银条，一公斤卖价是107000外。疫情了后，黄金甲白银的价销一直起，不少民众买来卖互钱保起，也是避险。不过最近受到市场避险的情绪较低，川普提名联准会前理事华许出任下一任主席这因素影响，造成黄金甲白银的价销出现真大的波动，也有部分的金仔店是较保守。现在白银大家不，有的人都不卖啦，像我都说起来，我都不卖，上次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我上个月才卖了8万多块而已，现在10几万了。第是柜内底金色真多，业者讲黄金虽然顶礼拜也大60%，也毋过单价较悬，较少人问。投资专家是讲黄金找衫已经有明显的起势，因为美伊的冲突也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也未缓解，加上国际不时出现地缘的政治风暴，也是会有这个避险的需求。大型国家的央行还有新兴市场央行持续的去购买黄金来当做分散性央行储备的一些标的。那这个趋势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还是继续的延续下去。那央行的买盘就会让金价维持在相对高档，会带动白银的涨势。专家认为黄金甲白银依然继续行悬的可能性，不过也提醒投资有一定风险，无建议一摆甲真实资金全部伫特定的时间拢甲伊买落去。上好是看价时阵分配买入来，对整体投资的效益可能是较理想。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国际，英国首相史凯尼访问中国了后，有去夏议院来报告，表示和中国合作对英国的经济有利，也强调伊了解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伊会坚定来保障人民的安全。也毋过，这保守党的党魁巴丁洛克就批评史凯尼对中国伤过热闹、伤过现实，佮叫伊要来检查早顿来行李，看敢有互人监听。英国首相继8年的访问中国之行，引发国内外舆论是完全无同的看法。史凯尔车里伫下议院发表谈话，伊批评保守党政府连续3个首相无访问中国，根本就是闪避的政策。也来伊此行是互英国的出口加路铺好平。In total, we secured £2.3 billion in market access wins, including for financial services, £2.2 billion in export deals for British companie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worth of new investments. 史凯尔搁再讲，加中国建立密切合作，互英国经济从中得到利益，并且指出伊清楚认知北京当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会坚定不移来保障人民的安全。也来保守党党魁巴登诺克对史凯尔所讲的是真无认同，批评史凯尔对中国采取软正而且僭建的做法，也考说伊一抓除了加辣布布的笑头红啊炸断啊以外，其他拢无收获。The Prime Minister looked like he enjoyed his trip. In fact, it looked like a dream come true for a man who was virtually a communist most of his life. But apart from the... Mr. Speaker, apart from the Labubu doll in his suitcase, and I hope he's checked it for bugs, he has come back with next to nothing. 史凯尔搁再讲到，伊有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伊团媒创办人雷迪英的案件，并且要求帮人，也讨论新疆甲西藏人权的问题、甲台湾的问题，也请中国发挥影响力，互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停火。对此，巴登诺克也提出质疑。What did his trip achieve for Jimmy Lai? Nothing. Did China promise to stop fueling Putin's war machine in Ukraine? Doesn't sound like it. What did this trip achieve for the Uyghurs who are being enslaved? Absolutely nothing. Have China agreed to stop their relentless cyber attacks? Have they? We all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The reality is that China showed its strength and Britain was pushed around, literally. 巴登诺克要用真大的间谍据点来讲，伦敦市中心即要出现的中国超级大使馆，伊考说讲，首相也未坐上飞机就已经先缴赎金了。港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伫咧明尼苏达州开枪大死民众，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甲冲突。即摆北京的边境主管霍曼表示讲，要来撤离大约700个联邦执法人员，留2000个人伫咧当地，强调这毋是撤退，是调整做更较精准的执法行动。不过当地居民有关是保持怀疑，无法度安心。北京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初时伫明尼阿波利斯证实，联邦政府已经开始提减宾州的移民执法规模，差不多700个 ICE 边境巡逻人员会随撤离，结束这几礼拜的行动。What I have made clear, we're doing targeted enforcement operation. When we leave this building, we know who we're looking for, where we're most likely to find them, what their immigration record is, what their criminal record is, but as we continue to be forced in the communities, when we go to arrest that criminal target, if we find an illegal alien there, they're coming. 霍曼也强调，这摆撤离无代表行动停止 ，ICE 要是会继续伫社区执行任务，只是登去到锁定目标的执法模式。伊也坦白讲，未来敢会进一步撤离，就要看地方政府甲社区敢有配合。就算联邦政府讲行动太减，宾州真侪所在抗议也未收煞。部分居民认为，撤700个人只是代表性让步尔，无法度化解社区长期的不安甲无信任，甚至烦恼因只是调去别个所在。First thought is, yay, that we're getting fewer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our community, but my second thought is they're just going to be redirected to terrorize another community, so it's sort of like, it doesn't make me feel good. 面对这个，霍曼强调，政府最后的目标就是结束这波增援行动。不过前提是地方停止对 ICE 人员的干扰甲暴力行为。伊也表示，国土安全部已经伫明州优先全面配随身的摄影机，强化执法透明度。My goal with the support of President Trump is to achieve a complete drawdown and end this surge as soon as we can.
but that is largely contingent upon the end of the illegal and threatening activities against ICE and its federal partners that we're seeing in the community. 联邦政府想要透过体检能力为局势降温，也毋过伫移民执法甲社区的信任之间，问题也是无通解决。ICE 敢会当真正继续提出明州，也是敢若重新部署到其他的社区，做妖态观察。公司新闻陈伟玲证件讲评译。利比亚已经过身的头人葛达菲，伊的后生赛义夫，伫咧2006年的时阵，捌来台湾访问，佮见过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不过，即马消息传出讲，伊车衫的时阵伫印度去互死的嫌犯甲伊枪杀死亡。赛义夫的办公室车衫发表声明，讲伊伫甲4名拢伫徛家枪手直接对抗的时不幸死亡。利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怀疑上检确定赛义夫是伫枪伤无枪，当努力确定嫌犯的身份。赛义夫捌是利比亚上有权势人物之一，读过伦敦政经学院，英语领导伫父亲戈达菲独裁统治的13多年中，伊虽然无官职，也毋过掌握政策方向，佮参与高层外交事务。嘛主导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谈判，也为1988年洛克比空难罹难者家属协商赔偿，互西方看作是温和派会当对话的解决者，也是戈达菲潜在的接班人。伊捌伫2006年访问台湾，会见迄当时总统陈水扁，推动双方合作办事处。也毋过，当2011年阿拉伯之春扫过利比亚民众示威反对戈达菲政权的时，赛义夫虽徛伫家族势力这一边，主导镇压行动，伊公开警告会战到最后一人，互国家回老生活。形象真经害了，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就安尼对伊发出逮捕令。赛义夫2011年底封抓，2015年伫首都迪利波里被判死刑。2017年，关押赛义夫的西部武装团体宣布将伊特赦佮释放，也毋过这项特赦并无得到全国承认，也无改变国际刑事法院对伊的通缉。2021年，赛义夫突然登记参选总统，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大选将期尾无限期延期。公司新闻收会中编译。法国检方去搜索社群平台 X 伫咧巴黎办公室，而且团款头家马苏克去问话，要来调查因开发的开工机器人 Grok 可能牵涉到儿童色情影像的一个争议。因那 X 平台是来发冤枉，讲这是政治攻击。法国检察官真大动作来搜查社群平台 X 位伫巴黎办公室，并且已经发出传票，要求 X 头家，也就是大好野人马斯克到现场接受讯问。由马斯克开发的开讲机器人 Grok， 对2023年底开始提供予 X 平台用户免费也是付费来使用。伊的功能有图片也有影片的生成，不过因为可能牵涉持有儿童色情的影像，提供也是制作未成年人有一寡无穿衫的图片。甚至是利用深假色情技术制作虚假的色情作品，这问题的防检举。虽然 X 平台批评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属政治攻击，不过后边也对此展开调查，并且讲若属实，而且无做出任何实质改善，因此违反后边的社会服务法，相关的消防处全球年营业额600罚款。In Europe, no company will make money by violating our fundamental rights. One will argue that X has limited this to premium subscribers. Let's be very clear,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is not a premium privilege. 亚那网络社群使用限制，澳洲伫去年12月立法，并且头一日实施，禁止无满16岁青少年使用 IG、TikTok、YouTube 也有 X 这10大社群平台。其他国家亲像马来西亚、丹麦、挪威甲法国也对咧安尼做。即阵西班牙也要来发出禁令咯。Spain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6. Platforms will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ge verification systems, not just checkboxes, but real barriers that work. 根据路透社报道，希腊也正伫建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而且可能就伫最近来宣布。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洛西亚甲乌克兰三方举行第2届和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这届谈判必须要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真紧会当搁再来交换政府。伊朗当局承认镇压示威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了后，即马罕见来批准查某人会当骑奥多摆，互外界认为这是对民怨来退让。
日本进前连续2礼拜落大雪，造成35个人死亡，393个人受伤。即马是搁再来发布预警，提醒气温回升了后，有可能会发生崩雪。镜头转来看国内，进前有一个咧做外交替代一个嫌犯林瑞祥，涉嫌伫咧网络顶头卖毒品。进前伫咧美国去互抓起来，经过纽约联邦法院审理了后，是甲伊判重刑，判甲30档。出狱了后，佮来监管5档，而且没收上亿美金的资产。讲出认同的英文，要是外交替代役的林瑞祥，派驻友邦圣路西亚获释，就伫退伍进前请假过境美国，突然互执法机关查落来，佮互扣上卖毒罪名。这个案经过纽约联邦法院审理，伫美当时间初3宣判，以混销毒品定罪，重判30年徒刑。出狱了后，各受5年监管，也没收9亿美金资产。我觉得法官考量到这次的犯罪规模可能是影响层面很大，加上毒品芬太尼本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正在打击的重点犯罪，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狱后监督5年，可能在居住地或者是工作上的选择，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这个要求。19-20多岁，发生非法电商，伫暗网主导毒品交易平台无痕市场，促成64万被超过1吨的毒品买卖，影响数十万家庭。搁较未掺有毒品芬太尼的药品，造成至少1人死亡。那安尼，根据法定文件，林瑞祥也奉押出偷摕用户存款，佮以公布告知作为手段向用户抢下掏钱。林瑞祥伫海外互判刑，北检由员继续调查，也已经对伊发布通缉。不过后手的相关侦办暂时向美国联系，调出案件资料。北检回应由承办检察官看案件侦办需要来处理。那这个人还是要回到台湾啊？那台湾他刑法效力极啊，他本来就是在台湾犯罪啊，你还是要对他侦查起诉啊，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啊，你要很积极的跟美国作为一个刑事司法的互助了。林瑞祥犯下万国公罪，将来警方回台，一定面临咱国司法机关的侦查甲审理。不过专案甲泰铢集团案，连续2个案件，拢伫美国记关了后，咱国才将案，或者近期是新型科技的跨国犯罪愈来愈猖狂，加上所谓货币流通，定变做洗钱管道，相关单位爱重视，未来爱提升科技侦查量能，对外强化国际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南标市场，昨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咱像是要甲人借手机啊，去互拒绝了后，就举刀啊，伫咧这市啊内底乱扫，引起民众惊吓。警方来到现场，要求伊甲刀啊弹掉。这查甫人煞是去攻击警察，佮甲警察抬着伤。警方也开2枪来甲伊压制，断掉这嫌犯的心坎，落尾是救无回来。因为官府甲警政署拢来强调，警察开枪是正当防卫。这个人手举刀啊，警察要来抓伊，甲伊喷咸椒仔水了后，伊情绪真激动，为刀仔脚撞出来攻击警察。你画着我手啊啦！哦。另外一个警察甲嫌犯开2枪，一枪拍到伊的胸坎，另外一枪拍到来斗相共一个55岁姓罗的民众伊的倒手，伊当场是疼甲大声哀。代志发生伫咧苗栗市南标市场，初时早起7点45分，警方接到通报，嫌犯哪像讲借手机啊借无，装夹刀啊伫咧菜市啊行来行去，互证人真惊吓。他就拿刀子就刺警察了啊，然后我们有三个民众帮忙把他压着啊，然后警察又有开枪啊。中性嫌犯就是在这边被远警喷辣椒水，后来情绪相当激动，跑进骑楼绕了一圈之后，出来在这边与远警发生扭打，并且持刀攻击远警，最后是被警方开枪制止。这个嫌犯中1枪，抢救了后又是不幸死亡。警方表示，事当时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而且7年前伊就捌有举刀共伤害前科，因若受到攻击的警察是今年31岁姓朱的警察，伊的倒边下头有7公分的空喙，头壳的空喙有10公分。而且头壳骨有闭起，不过有3个民众来斗相共压制嫌犯的情形之下，警察也是近距离开枪，互民众着枪。用枪的时机敢是爱检讨。别的县长张东锦甲警政署长张永新2个人拢公开甲警察相挺，强调有符合警械使用条例的规定，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认为警察局也好，我们当场处理的警员也好，他们的行为是恰当的。嫌犯的这个攻击同仁的这个行为，我想这个第一时间使用警戒，我们警政署也是
支持的这个态度。现在热心的民众罗先生表示，迄当阵伊就知影家己的手着枪，不过伊并无怪警察，就不小心误伤到我了，就这样子啊。没有那个警察可能会被刺到大动脉之类的啊，眼睛啊，这都是重伤害了。苗栗县府讲，受伤的警察开刀了后，要伫咧家护病房观察。这个细路的民众伊的医药费，县府会专家负担。因若嫌犯犯案的动机，警方也当伫咧调查。苗栗地检署已有指派防范危害公众攻击应变小组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2天前，有一只冰冻琉球这个渔船鱼性发号是伫咧北太平洋非法甲43只海底台死，要乘鲨鱼来掠。去互加拿大政府发现了后，过程拢甲翕落来通报互台湾。即马这船长是从依照野保法来判刑2年2个月。渔船回家，海巡人员甲检方上船检查，船顶发现分析过鲨鱼肉甲鱼尸。这只远洋渔船鱼性发号2024年伫北太平洋作业时，互加拿大政府发现掠台海底当作要掠鲨鱼的钓鱼，通报咱国。经过查缉专案，总共10名印尼籍船员，也有台湾籍的船长涉案，检方起诉船长，6名船员反起诉，通14个人。进前，屏东法院宣判4点的船长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判2年2个月有期徒刑。第一，我们是尊重我们司法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个审理啊。那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渔民在海上作业，特别是在公海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再呼吁我们的渔民应该遵守国际及国内的一些管理规范。红掠台的这个海底有43只，虽然船长主张讲政府对着渔民法令宣导不足，也认为这几年国际渔权互压制。不过法官认为讲掠台这个海底显示船长毋是因为生活问题，而是把违法手段当作经营的方法之一。海保署对于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的保育宣导工作始终不遗余力，持续在相关场合进行宣导。保育鲸豚及海龟等保育类野生动物，已是当前国人高度共识的普世价值。2020年之后，其实渔业署跟我发现说，做到渔船有类似的杀海豚的行为，但是这是到了今天才第一艘有渔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受到刑事上的这个处罚。一直关心远洋渔船乱掠这个议题的民团，肯定司法机关打击非法渔业，不过也发现不是单一的个案。在现有真侪罚款的制度之下，也是有人为了趁钱而违法。呼吁政府对着掠海底虎鲨这类重大违规，也是有罪犯违规记录的渔船来建立退出机制，才法度予台湾的渔业永续来经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东昨透早是发生一只拖拉库，唔知什么原因煞失去控制，冲去弄入去对向的人家厝。好在这住户是拢无人伫咧1楼，无造成伤亡。因过这拖拉库的驾驶是不幸过身。监视器画面中，驶直线这只拖板车向车头偏离车道，车身出去，直接弄入去对面的面体。这个事故发生伫个初时透早6点外，地点伫个台中市中兴路6段第9线的公路顶。拖板车弄到面体了后，车头掉伫个徛在1楼，兄弟徛在门口的一台轿车轰弄甲刷要甲4公尺，好在迄阵轰弄的面体人家拢无伫个1楼，所以拢无受伤，但是拢互伊弄到的声惊一跳。我讲这是地震啊，地震讲得奇怪，地震怎么后面没有什么动静，前面那么大声，嘣一声，我叫什么名啊？爆炸！台东市警消接到报案，前往现场处理。初步调查是一台对高雄开来，载满用太空包包装的土风由南往北驶，唔知什么原因偏离车道并去，大量的土风散一涂骹，驾驶当场死亡。行进间，车辆因不明原因翻覆滑行，冲撞至对向民宅。驾驶人未系安全带，撞击后抛出车外，当场死亡。因为吊驶的拖板车车头吊伫面体1楼，无法度请吊车吊，所以警方只好请怪手拖走，马联络车行来处理。详细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还阁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新竹新埔的文山路拜二嘛发生车祸，这本地路口是咧闪黄灯线向变做红灯，佮变做青灯，造成2台车是未负反应弄做伙。其中一台车落来滚来的，那像是非法的移工，车祸了后走驾无快人，害驾驶是毋知要找谁赔。
上班时间，民众驶车准备通过闪黄灯的路口，不过煞熊熊一秒变做红灯，驾驶赶紧打灯啊！结果后一秒红灯又搁变青灯，害后壁车闪袂赴，直接弄到头前车的后斗。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北的文山路，民众讲这种青红灯的设计实在震撼。那状况真的太离谱了，你那个灯号，我们都照着那个灯号在行驶的嘛，你这样一秒变黄灯。然后1秒又变绿灯，那你这样驾驶人根本没办法开车啊！除了青红灯的问题，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壁甲人弄到迄台车顶悬，车顶若像是有几个刀叶活住一讲，车祸发生了，人就走去，敢若剩互人弄到驾驶留伫现场，驾驶也真无奈，唔知要找啥人讨赔偿。后置的问题，他时间判断问题，然后就又遇到造逃的是逃逸劳工的话。会没办法去追究责任，要哪个单位做负责？因不明原因追撞2台自小客车后逃逸，造成1驾驶轻伤。本分局将持续调阅监视器的画面，以厘清肇责，并以公共危险罪及过失伤害罪移送侦办。警方指出，刷落去除了会调监视器抓出惹事的民众，以公共危险罪和过失伤害罪侦办以外，还针对路口的青红灯进一步去了解问题出伫倒。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阮团电信对1月开始，若要爱这纸本的小单，就要加收10块。就有民众投去互消保官，讲这10块是业者家己讲要收的，无经过消费者的同意。因为消保官嘛表示讲，这款做法有问题。未来要收到纸本的电话钱小单，需要加纳10块银。既然有消费者最近向消保官投诉，认为阮团电信1月开始的新制度并无合理，因为违反当初和消费者签订的定型化契约内容，无合意。我觉得非常不合理啊！如果是重新订契约的话，那你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纸本账单就是要10块钱，我觉得这样 OK。林先生表示，伊替时代办2支阮团门号，最近煞熊熊互人停网路，一查才发现时代因为收无纸本小单，唔知影要纳钱，卡去互阮团服务员煞讲，若是爱纸本的小单，家己需要加收10块，这变作是咧起价，互伊无法度接受。纸本账单你应该就是依约履行，你怎么可以片面的说，我不行哦，你现在要用电子账单，如果没有用电子账单的话，我就要跟你收10块钱。这个案件消保官受理调解当中，消保官认为其他的电信业者并无收这条费用，敢若阮团有不当收费的情形。该契约本地就要双方合意，要经过消费者同意。阮团伫结果进前也无回应。不过官方资讯指出，停用纸本小单是为着推广环境友善，根本费的投入环境保育，对75岁以上的长者甲弱势族群，若有爱印纸本小单的需求，未来收根本费。欢迎鼓励消费者你来申请电子账单，当期或下期就可以减免水费5元，这才是鼓励呀。不过消保官以台电甲台水为例，用户改做电子小单，10个月电费会当减10块银，水费会当减5块。这种拍侪优惠，才会鼓励大家用电子小单。阮团刷电脑表对要求提供纸本小单的用户要加收10块，这完全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唔爱注意网络诈骗，也要注意去防骗爱心。伫咧台北车头是有人试假去甲旅客借钱，讲要坐车借几若个人，就有被害人去报案，甲即个嫌犯移交，早起做来起诉。你昨天是不是跟人家借钱？这个姓纪的查甫人，捌互警察抓落来，当场带倒去调查。去年伊利用民众的爱心，伫咧台北车头来去，找旅客借钱。他钱包不见，他没有钱搭车回高雄。这个嫌犯称在讲，伊欠钱坐车，无法度转去南部，大概拢甲民众讨至少1000块，不过拢留假电话，事后方联络袂到，嘛唔还钱。去年佫用同款的步数，连续4个月，甲5个人诈骗6400，即马踢到铁帮，有受害者去报案，测试去互台北地检署以5个诈欺处财罪罪嫌起诉。就是如果金额太大的话，就会觉得他是惯性在跟大家索取这种金额，然后每个人都问。我没有钱借给你，还的他就好了。诈欺的手路济，根据165例诈骗的统计，今年1月份受害者财务损失，甲前4个月来比，金额拢变较悬，超过70亿。其中受害案件以网络买物件诈骗4500多件上济。农历年前，就是因为大家购物的需求大增，所以购物的诈骗类型也增加蛮多的。那农历的期间呢，诈骗集团他们也有稍微放了一个年假，但是一旦开工了，诈骗集团也开工了。年就要到啊，不少民众拢会喊物件、买新衫，诈骗的人都是上准这个机会。
刑事局提醒，只要伫交易的过程当中，看到金流验证等等的关键字，都要提悬警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礼的考学13档内拢无气科医师，就有一位台大病院的气科医师赖义霄，即个工课辞掉，要转去这考学的卫生所来为乡亲服务。卫生局也表示讲，希望赖医师进驻会当来解决气科资源欠缺的问题。他种的是在这个小旧址。提电讲片，气科医师详细甲民众说明喙齿的状况。婚姻考学乡13年无气科医师，当地民众若要看喙齿，多数都爱走去附近乡镇看病。104年为着保障民众，气科就医需求，由婚姻气科医师工会安排1礼拜1摆伫考学卫生所巡回看诊。104年开始这边没有牙医师啊，社会反映啊，那我们正好身为干部就是这样。但我都跑到麦寮桥头那边去看，我觉得如果说，这偏乡如果口卫生所有的话，当然对我们乡亲的话是很棒。婚姻关卫生局表示，原来包括高学乡、理论乡拢无气科医师，原本伫台大病院婚姻院担任气科医师的赖义霄失去工作了后，会上驻伫高学乡卫生所看诊，希望先将看诊日为半日增加到3日，提升医疗容量。我们这边当然还是以老人家跟小朋友比较多啦。那有一些卫生教育的部分，可能我们会想说多投入一点在这个方面，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牙科的保健有多一点的认识。第一位由台大云林分院转战偏乡医疗的这个赖一少医师那藉由赖医师的一个加入，未来我们卫生所的牙科服务会有不同的新风貌赖医师讲，当初医疗病院的工作只是要换一个工作环境，这个机会来到考学卫生所担任上驻气科医师是新的挑战。等到去海教会了后，上近伫这个月就会当开始安排治疗，希望弥补考学地区过去气科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棒球这项运动对台湾甲日本来讲，拢是超越民族的文化。有作家野岛讲，用10档来采访100人，记录台湾甲日本的棒球交流史。进前以4-0拍赢日本，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台湾的球迷是欢喜甲，日本的球迷嘛甲咱祝福。比赛了后，总教练赞好句，感谢嘛记住主办单位准备的庆祝仪式，让日本人印象真深。我们台日的棒球的有一个共同体，所以这个共同体里面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超越那种民族情绪，然后这个国族主义的框架。台湾日本棒球有一个共同体，作家野岛讲用10年的时间，采访40个台日棒球的选手，30个传奇选手的家属甲后代，也有30个专家，透过因亲身的经验，记录台湾甲日本100年棒球的历史。其中前兄弟的教练新冠良行，甲前中信经的投手中山儒中，会使讲是去予台湾拯救的日本棒球人。日本的棒球都是教练每天跟你说你要做什么，那做什么。不过大家来台湾之后发现，就很多人是期待他表现好，但是如何表现、如何练球都是很自由，所以是大家觉得是我本来可以这么的努力，这么自由就发挥自己的能力，放在一个以参与者为主体的一个视角，然后他来重新去衡量到底棒球至于台湾、棒球至于日本，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白球做线索，野岛讲观察，而且写出台湾、日本100年来社会变迁甲情感的连结。3月份就要举行经典赛，伊希望台湾甲日本做伙去迈阿密。伊也阁烦恼讲压力会影响台湾选手的表现，若无入去前8强，进前12强引起的棒球风潮。敢会阁小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到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有展出一台游览车，这作者是亲身来带读者做伙阅读旅行。现场嘛有展示发财车、槟榔担等等，希望透过重温台湾味的这个展区，让民众来接触到公共议题。这台游览车大大方方停伫展览区，车身外壳用高破字写“读字去旅行”。引起大家注意，这是台北国际书展公民资区的一大特色。唔单那是游览车，现场嘛有发财车在举办讲座、读青红灯，展现台湾民主发展的时刻。按代表戒严时期的红灯，到迎接自由甲公共讨论的青灯，连收钱的单位嘛变作槟榔担。
这款特别的装潢，大人囡仔拢紧走来翕相纪念。还蛮接地气的，我觉得跟他们的风格也蛮符合，而且刚好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注意到这个摊位。我觉得还蛮道地的就平常路上就是社会日常啊。公民主区集合独立出版联盟、非政府组织、独立书店，有43个出版单位，超过35座非营利组织，参展的规模创下历年上悬。因民众熟悉的车路踏车，展现高高的台湾感性。台湾美的展览区优化民众甲公共议题。我们的书跟议题一般比较小众啦，不是那么大众的东西，所以比较不容易进入大众视野。但我们希望就有这个趣味性，让大家可以主动走进来，然后发现一些他们平常不会发掘的议题。另外，这届国际书店嘛有开设台湾原住民馆，展示每一本册拢是记录和原住民的文化透过文字，行往大众。记者综合报道。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咧推动家乡遐尼水的绘本计划，鼓励学生为家己的故乡来创作囡仔册。今年也有去参加台北国际册展，也阁有请囡仔来表演。由西仔带阵骑大刀壁布街，这是台南市车寮国小带来的竞赛阵表演。校长讲，学校对民国83年就开始训练学生，这届阁特别甲竞赛阵的传承写做故事册或者册西魂。了民国83年开始，咱车寮国小有这个机会来传承这个文化，因为咱社区的长辈嘛做希望讲。咱这个竞赛阵会当，让咱的学校的囡仔有机会来表现在这个竞赛阵，和这个文化会当传承落去。学生选第一竞赛阵的教练小毕教练做故事的主角，希望未来有一天会当和教练同款，继续伫咧竞赛阵顶传承。我练这练五年啊，教练故事足好的，伊是我的偶像。那台南白河区的大地国小是以莲花做主题，校长亲身带囡仔去到莲田，找田内面的白金、莲藕，对镜做甲修行，拢总用1冬的时间去体验，然后完成这本故事册。少年人拢无想要做这，因为成本大，利润无悬，惊说会慢慢来失传去，所以阮学校就写这本《莲香偶遇》。甲迄个莲藕采收要安怎洗过程，甲记录落来。因为阮遐个特产就是莲花甲莲藕，所以阮会知，阮较知影。这是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逐冬拢会举办的儿童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让学生透过文字画图，传达对家乡文化的关怀。这个囡仔作者也伫台北国际册展公开发表因用心创作的绘本。两间国小拢有一个共同点，因的故事册顶面拢有台文字。校长讲，带囡仔去到田里、庙里和时代做交流。出册以外，另外一个成就就是这寡囡仔的台语拢愈来愈好。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即马真侪人介意饲猫仔狗仔做伴，伫咧土耳其，因为信伊斯兰教，尤其介意猫仔。第一大城伊斯坦堡都有16万只猫仔伫咧街头乱扫，当地人拢欢喜金钱来买饲料、买收、甲因照顾。而这猫仔毋免惊无物件通好食，就惊食了上大箍。在地修炼，好现的目睭剃甲大大蕊。这只叫做卡尼昂的猫咪，其实无主人。伊住伫土耳其伊斯坦堡一间购物中心的门口，平常时附近的居民会饲。不过有当阵伊比购物更较吸引人。捌一届有人偷摕伊咧困的篮仔，颠倒引起真侪居民的疼惜。毋若主动出钱甲伊买新厝，佮饲食足侪细修啊，互卡尼昂的体重一直增加。Ondan sonra bayağı popüler oldu. Gelip geçtikçe şimdi herkes fark etti. Ama tabii daha zayıf bir kediydi. Sürekli 24 saat full mama yiyor ve obez oldu. 卡尼昂毋是个案，根据伊斯坦堡市政府统计，当地大约有16万只鸡猫，大多数拢是居民咧饲，伫街头巷尾，甚至是各大明星古迹，拢看到咱是住在猫咪，互伊斯坦堡得到猫咪之城的好名声。Onlar burada sevilsin, işte beraber yaşansından ziyade kedilerin işte zararlı böcek, hayvan, fare benzeri şeyleri onlara karşı sarayı temizlemek amacıyla bunların
buradaki istihdamlarının birinci vazifesi bu zaten. 专家指出，伊斯兰教将猫咪看作圣洁的动物，经典嘛几若遍讲到先知穆罕默德爱猫的故事。所伫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伫19世纪攻占今仔日伊斯坦布尔时，饲鸟互看作以神的名义奉献，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当600多年过去，猫咪已经会晓参伊斯坦布尔市民共同生存，嘛成做当地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27度，中部地区15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30度，东部地区16度至25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2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